你好，歡迎收看公視第一台新聞世界通，我是曹鑫。自民眾黨的立委李正秀封開除黨籍了後，今嘛說講要參選台北市長。李正秀伊登記參選的資格是引起討論，也年底上濟會有3項公投白選舉。在野提案修法，講要甲公投案攏印佇同一張選票。中選會的主委游盈隆是提出11項理由來反對。一票多案。本會強烈反對，呼籲暫緩立法。面對年底9號預定選舉，較無100天，南北黨團提出公投法修正草案，研究要甲真濟案印佇同一張選票，看這怎啊像可能是法通過。中選會緊急召開記者會，各話各會講美國的投開票作業，甲咱國無共無法度比較，也有可能地數無效票大幅度增加，甚至安怎輔助市長投票也需要研究。攏總一大理由，希望減慢。不過國民黨團親像無得插。已經倒數不到100天了。這個時候去推出一個這樣的一個公投立法，到底是要幹什麼呢？真正該檢討的是中選會他們的一個我們整個開票的一個過程，他們的人員要怎麼訓練，教育訓練要怎麼做，還有包括很多相關的一個配套要怎麼來去執行。那也講袂當用技術問題否決直接民權的形式。不過年底是不是3案公投攏會當白大選？中選會講愛聽候2月下晡委員會審議了後才有結果。各地選委會要佇後禮拜開放候選人登記。前民眾黨立委李正秀2日向陽宣布參選台北市長，除了愛面對前黨內同志邱成遠的競爭，嘛互人質疑敢有符合中選會進前宣布的，原大陸地區人民必須繳交喪失入籍證明滿10年的登記資格。我到時候會是竹北史上第一個竹北市女市長，也會盡量就是我們內部來整合。只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參選都是每一個人基本的權利，沒有什麼過度的評論啊。那對邱成遠更不可能造成任何的影響。那他只要有具結這個部分呢，並且的附這個相關的資料，那他就可以完成報名的手續。我們往前推10年的話，那就是最少都要在106年。中選會主委游盈隆表示，新北縣選委會會依照規定辦理，只要地方選委會認定就會使，除非有特殊狀況，中選會則需要介入。記者綜合報道。屏東8月29辦公投，決定講敢要重啟加入歐盟的談判。紐時報報道講，歐洲國家屏東並不是歐盟的成員國，久年來是維持家己獨立性。也屏東嘛是唯一無軍隊的北約國家，攏是靠北約，尤其是美國來保護家己的國家安全。不過今嘛無共款啦，美國總統川普一直想要愛屏東的厝邊吉林蘭，這時候局勢緊張起來。也川普咧講吉林蘭，佮講唔對，講做屏東幾馬擺，美國駐佇屏東的大使隆恩，佮笑講啊，屏東會當做美國第52個州，這就互屏東人開始思考，美國這個朋友哪像已經無啥會當挖靠，是毋是愛加入歐盟啊？2013年，克羅埃西亞加入歐盟了後，歐盟已經13年無新的成員，即馬擴大版圖，希望可能佫出現人口無夠40萬的北歐國家屏東，29會透過公投，和平期決定是毋是重啟加入歐盟的談判。不過，這毋是屏東第一擺靠關歐盟。2009年，屏東捌正式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擱佇隔年啟動談判。2013年新政府上台了後，煞打黨啊，這場談判也安尼停13年。面對跨大西洋貿易關係緊張、北極安全，甲美國積極推動併吞格陵蘭這個問題，互共款佇北大西洋的屏島重新思考未來。But it's made people think about how big powers are acting, how economic factors are increasingly changing. 民調顯示，目前有53%的屏東人支持重啟入歐盟談判，不過反對者也有相當的比例，顯示屏東社會依然存在真濟無同款的意見。Why would we want to enter to the European Union when we like what would we benefit from it? Because we have it already good. I think it's safer to be a part of a bigger family. 屏東是北約成員，也是北約維繫無上備軍的國家。因為無家己的武裝部隊，屏東的國家安全主要是靠北約集體防衛，甲1951年甲美國簽署的雙邊防衛協定。不過，關係這場公投結果的上大關鍵，依然是屏東的經濟利益。
尤其是漁業的掠魚配業。以1950到1970年代，英國甲冰島捌因為爭奪北大西洋漁權，爆發3場被叫做鱈魚戰爭的海上對立。And the political reality in this country is such that no government could ever bring back an accession treaty that does not guarantee full control of Icelanders over its fishing zone. 那冰島加入歐盟，伊會成做歐盟內底人口上少、說是上好嘅成員國之一。那自9月公投過關，冰島愛閣為最後嘅一批條約進行第2擺公投，佮進行授權，將正式加入歐盟。公視新聞洪圖梅報道。加拿大宣布講，為咗要緩解美國關稅，對9月初8開始，會加大約700項嘅美國貨扣關稅，上濟扣50%。也看加拿大大將嘅美國總統川普的搶攻，可能甲美加邊界嘅安大略河改號做美國河。加拿大財政部長甲工業部長做伙去視察工廠，嘛開記者會宣布對美國展開對等的報復。這場貿易戰的拍起來，就是因為美國總統川普頂日對加拿大實施高達50%的關稅，和加拿大政府決定要來報復。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Effective September 8, 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波的報復清單包括大約700項美國的產品，受影響的產業包括鋼鐵、阿魯米產品、家電，也有零製品等等。加拿大政府當時嘛宣布，會撥75億加幣的資金協助受影響的本土企業，也有勞工。那美國總統川普是佇咧社群平台頂懸放刁，講要來大大來減少甲安大略省的業務往來，甚至考慮甲美國甲加拿大邊界安大略河改做是美國河。啊，毋過安大略的民眾是認為講無需要安尼啦。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Great Lakes. Period. We've navigated the,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川普即馬發聲要改名，加拿大的民眾大部分攏真無奈。啊，那工業部長是強調會來做反擊。美國甲加拿大朋友做遮久，即馬貿易的恩恩怨怨說是愈來愈大。雙方的談判甲對峙，定着會互北美的經濟發展一支搖百葉東。公視新聞鄭偉林朋友。美國中情局的局長雷克里夫8月25日秘密訪問莫斯科，也即馬路戰爭佇咧拍，都風聲講美國有大聲要求烏克蘭暫停攻擊，也中情局的局長去教導西部的，這是引起外界議論。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雷克里夫25日去羅西亞莫斯科，甲陸方官員進行無公開會談。這座行程本來是無公開，一直到一台美國空軍 C-17A 環球霸王3運輸機出現佇莫斯科機場，閣有美國外交車隊去互人看到相關的消息才公開。Axios 加 CBS 等美國媒體報道，這是雷克里夫擔任 CIA 局長了後頭一屆去羅西亞訪問，也是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台了後兩國上關戰級的接觸之一。特地關心是，真濟個媒體引述消息的人士講，美國要求烏克蘭24至26日間暫時避免對莫斯科聖彼得堡甲羅西亞北部部分地區發動無人機甲飛彈攻擊，時間甲美國高層官員訪問羅西亞行程定塔。消息講，相關的安排甲降低美方官員佇莫斯科期間的安全風險有關係。不過，這個講法無得到美國政府的證實。CNN 報道，雷克里夫這個時陣去莫斯科訪問，可能甲陸俄和平談判無進展有關係。除了天會甲情報溝通，伊朗問題也可能是美陸接觸的另外一個敏感議題。美國這陣啊持續加強對伊朗的經濟壓力。不過，羅西亞甲伊朗維持密切的戰略友伴關係。伊朗演過慢慢提供無人機予羅西亞投入烏克蘭的戰場。公視新聞新樂培編譯。
風台三等年繼續行向較北邊，對咱台灣的影響是大降低。氣象署就表示講，風台中心按算會通過咱台灣北部的海面，暴風圈可能會掃到馬祖地區。上緊明仔透早會來發布海上風台警報，也風台通過咱這個北部的海面啊，會因西南風入來中南部地區，就要注意大雨。連續幾日天落雨，桃園將門水庫的欠水量已經到100%，日後進行少量調節性下水，調整水位。即馬風台瓦近，基隆八島漁港已經停袂少船啊，因應日期就要發布海上風台警報，工作人員將船啊固定以防透風。三等年風台日後通過琉球海面了後，海頂的溫度對風台發展較不利，風台眼豆豆消失，強度嘛變弱。氣象署表示，風台路線偏向較北邊了後，未來風台中心會通過台灣北邊的海面，上緊拜四透早到中晝對發布海上風台警報。氣象署最快會是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對台灣的這個北方的海域發布海上颱風警報。那仍然要視暴風圈與馬祖的一個距離，如果有比較南偏的話，仍然在馬祖的陸地仍然是有發布颱風警報的一個機會。氣象署發布透風的特報。拜四暗開始，新竹以北、台東南蘇甲屏東可能會透8級以上的陣風。拜五受到風台外圍分下甲西南風的影響，嘉義以南、中部山區、北部、東北部甲東部，也閣有東南部的山區，攏會有陣雨。特別注意的是，風台佇通過北部海面的時陣，會引進西南風，南部可能會閣出現低溫時的大水雨。通過以後，它南邊的水汽會被帶上來，那就很容易在西南部這裡會下雨。在午後。在這一種雨午後又會增強一點所以它是屬於小範圍的強對流。專家分析，目前台灣佇咧大片的低壓帶內底，一直到後禮拜，低壓帶內底的擾動都有機會發展做風台。不過對台灣的影響也要進一步觀察。未來一禮拜大氣環境要是無穩定，過度熱對流旺，落雨的時間嘛可能會較長。記者綜合報道。美國鄉村音樂的代表人物托里巴頓過身，食到80歲。托里巴頓以6歲的時寫出人生第一條歌，音樂事業是做超過1甲子，創作是超過3000條歌，曲盤累超過1億塊，捌摕過11擺的這個格萊美獎。托里巴頓伊若是歌手，嘛是演員，更加是慈善家。即馬伊來別世是互國界真毋甘。美國總統川普學了伊是歷史上上偉大的鄉村歌手之一，宣布全國降半旗1禮拜。托里巴頓好聽的歌聲，唱出伊鄉村歌曲的代表作品。歌詞也想要抗議，金髮的查某人都是戇呆的偏見。馬甲面體格，胖胖金頭毛，佮穿真下水的衫，是伊招牌的舞台造型。伊創作的歌曲也常常傳達女性追求獨立甲自我期待的想法。佇田納西州真善家的家庭出世的托里巴頓，6歲就寫人生的第一首歌。伊做歌手超過60年，創作的歌曲大約有3000首，曲盤賣超過1億張。伊捌得到格萊美獎12屆，其中也有終身成就獎。That all these young women and all these young stars say that I've inspired them, it makes me feel real good. Makes me feel like I migh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along the way. 托里巴頓佇70年代用《Jolene》甲《I Will Always Love You》等等的歌曲，佇鄉村音樂界真唱閣佔重要的地位。也拿80年代，伊頭一個演電影《9 to 5》，互伊進入好萊塢的主流市場。這出甲丁宏達抑閣莉莉·湯林主演的電影，就全咧講3位查某員工反抗壞爸爸的查甫主管。後來托里巴頓閣甲電影改做是 Broadway 音樂劇，作品也得到4項當年獎的提名。It's amazing to me that it's 25 years old and how long it's lasted, and the fact that it had a good message then, it has a good message now. 除了做藝人，托里巴頓也有別項事業，而且閣做真濟善事。伊佇家鄉田納西州打造主題樂園，道理五條是當地真受歡迎的觀光景點。伊辦想象圖書館的計劃，免費送數百萬本冊予囡仔。這個行為也互政治界對伊真懊惱。即馬伊過身去，也引發歌迷哀悼。加州好萊塢的星光大道，伊前行的拍日頭前遙控花箍仔，歌迷甲媒體攏來支持。I think individually I'm heartbroken, but I think collectively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way. 平常时罕伫讲政治的特里巴頓，遐目的成就，抑阁有伊對社會做的善事，互美國政治界跨黨派的人攏真懊惱。美國總統川普發文表示，特里巴頓過身去是數百萬人的損失，也宣布全國降半旗一禮拜。民主黨前副總統賀錦麗講，伊是真正的美國愛豆。前總統克林頓也懊惱伊是出眾的作詞作曲者甲表演者。高視新聞張淑芬編譯。英國做研究，長期追蹤3500個成年人，因的血液樣本觀察 DNA 變化，發現講有定期參與藝術活動，理由會較慢。華裔創作家張素君3月佇咧香港展出的書法創作展，結合機器的手骨來鬥相共創作，展現傳統藝術甲現代科技的結合。加入展場欣賞藝術，除了會當熟悉大千世界奧妙，即馬研究佫較發現，定期參加藝術活動會當延長人的老化，互生理的年歲佫較少年。Influences our mood, which affect biological processes like inflammation in our immune system. And these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these hormones and these inflammatory markers, influence which parts of our DNA undergo this process called methylation.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有一個刊佇咧創新高齡化期刊的研究，這個研究長期追蹤3556個大人血液的樣本，了後發現，若準有定期參觀畫展、閱讀或者是聽音樂的人，會當減少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分泌，互人體 DNA 出現變化。每一當衰老的速度會當延長4%，若生理的年歲比一般人少年差不多1歲，效果就甲規律的運動或者是解分對人的影響差不多。I really would love anything that helps people engage with art on any level. So I think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really hope it does encourage people to go and view art much more like they do music. 事實上，包括台灣各國的醫界都已經慢慢啊去甲參觀博物館，甲列入社會處方簽內底。這款非藥物性的健康促進手段，會當提升人的心理韌性，減少壓力引起身體發炎反應。無論是行入去美術館，也是讀一本冊，攏是每一個人會當負擔、心實閣好用的抗腦撇步。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感謝收看今日新聞世界通，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